对，在印尼自己都会煮了。我家里哈，因为也是我年纪比较大，然后就是比较会做东西，然后我家里的弟弟妹妹还小，然后父母要工作嘛，然后就要煮啊，就要煮给他们吃啊。妈，你只饭食好啊？头拄仔你去运动好啊嘛？社区足侪人呢。我定到阿水尔，你阿谈什么事情啊？因那伊后壁新厝人起的遐哦。阿姐后壁遐啊。少年。啊，电流量建无嘛？日杀到牙洗树啊，你杀牙洗树诶，该杀用牙诶啊。你也是牙干药，哈，你也是牙太妹子。两个三妹子，啊，这个小女儿，这个大女儿，然后这个我婆婆这样。啊，不过今仔日有3台游览车来呢，社区的。我婆婆他们闽南人啊，对啊，然后我客家话在这边就是跟朋友讲而已。我袂晓讲华语呢，以前呢，跟我妈妈一起看那个电视啊。8点档啊，教阮妈去庙的，足侪老爷嘛拢讲台语啊。后来就慢慢，我遐两个读幼稚园开始学，跟他们一起学。Halo, apa kabar semuanya? Nama saya Huang Sain. Saya berasal dari Kalimantan Barat, Indonesia, dan saya juga keturunan Tionghoa Hakka. Saya tinggal di Taiwan, Kabupaten Yunlin selama 23 tahun dan mempunyai 2 orang anak perempuan. Sekarang saya bekerja di Sister Radio membawa acara Halo Apa Kabar Asia Tenggara. Terima kasih. 真假的？你都吃这个？我看伊拢家己会煮啊。让你想要可以去采集。不可以，不可以。可是，笑什么？一条腿打断就。没有，他是有已经。你要带棒球哦。可是那边很多 OK， 我怕我遇到 OK， 我就会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他。可是我同学说一开始会不知道怎么回他，然后后来就会抢回去。无啦，迄无需要安尼啦，迄是较单纯的就好啊。哦啊，我就是听到没，然后就想说。喷一个，喷一个。好，谢谢。你们先点烧烤嘅，你要买烧烤先点啊。对面。然后我们这边是桥头夜市，每一个星期一跟星期六，按多东西后吃的。然后这个夜市是算是很热闹的夜市，就是有很多那个新住民跟移工会来这边买东西。3份地瓜球。好，再1分钟。都用炸鲜鱼啊，啥迄种来，就来带给他们两尾行啦。可能是今天天气比较冷，所以人比较少。我上次来还很多人。哦。现在也才6点10几分，对啊，应该可能7、8点才会比较多。特别好吃。我要喝木瓜牛奶。那一间的豆花也不错。来叫你不要跑。阿妈要喝什么？你看有没有什么温的吗？无温的啊。温的就是完全都不要加冰啊。没关系，要冰的啦。要冰的。你要买？我会买给阿妈的。汤圆。汤圆，我去买。就是妈妈有时候礼拜6都会上班，然后她下班的时候就会顺便买回来，我就比较少会来这边，所以我就把要吃的直接买一买就回去。我今天有很多摊没有来，这边都空了，可能晚一点啊。玉米也没有。没有，哎，雷错那边有那个热闹。
啊，甲阿母我都爱食。比恁老母较大颗咯，阿妈啥物拢爱食，对吧？这间最好食的嘛，我本来就要摕来吹。啊，你逐桌饭食哦？逐桌饭食咯吼？饭饭啊，饭包。哦，你讲我会倒提来。过年哦，过带老婆回来。对啊，没有关系啊，随便买。嘛，你听有迄个嘿哦，这是日本的。哦，伊个会食日本的。袂啦，阮妈算足好的了啦，就是很自由啦。可是我爸现在还有。譬如说，较早阮厝的人无互我足自由去上课吼，去参加参加遐，就是譬如说有的人是讲啊，伊身份袂使去读册，也是袂使啥物，啊，可能今仔日我嘛无法度讲中文看得大概70%这样 OK 啦，我可以陪人家去考试，我就是看得过，看得懂了这样子。我唔知伊倒人啊，我知影都1年啊。1年啊过来，1年客人啦。啊无，因爸讲拢讲，什么按食，按自洗。妹妹，你唔闲哦，你2日袂按摩收红棍哦。我那个时候来台湾，就是因为金融风暴后，就是没有什么工作嘛。然后是我朋友很多，就是好像有2、3个。从雅加达这样子，就透过中介，然后过来工厂上班。我那个时候就是来到那个新竹的那个头份，一个做那个手机荧幕小小嘛，我们以前的手机那个，然后就是代工，好像我老板是代工。还是要加鸡吧？过鸡啊！过趁钱。都拢去咧上班啊！过趁钱，阮妈叫我无做伤暗，有时啊我8点转来讲，无逐工做到遮暗，毋爱做伤忝。伊无爱我做伤忝。人要紧，你甲阿妈讲，啊用无讲。你拢徛伫我身边啦，啊姐你伫因老母身边。没啦，细汉的时阵啦。那会差济。2份。我知。啊，我孙仔、鼻孙仔，我敢会大细声？对啊，应该是袂。为什么？咱拢袂陪阿嬷。那有。我只是较袂晓。甲阿嬷洗奶。嘿啊。妹妹。我会避暑啦。我来，你拢嘛差不多讲话。甲你讲。你安尼就歹势。这在吗？啊，唔係這。你就起來了。哦。伊講要我甲你鬥相共，我講唔捌你鬥相共。我哪有可能向講去做迄？來你。唔要緊啊，有捌加就好。啊，無咩物啊？就係上到帶牙乾用來啊，錯啊，啊無平常時按掃來啊。啊，佢無買去按老熱的買啊。廿尾是牙肉骨、牙肉尾，他們都洗骨哈，洗骨啊。对了，我小姑的店啊，因为我老公是排最大的。这个我订婚，这个我先生，然後這個我爸爸。我隔壁阿嫂就問我，佢做媒人嘛，佢就講你愛天少我做人，本人家看門樣。我先生嘛，佢我在那買，就買一些巧克力呀，就是肯德基呀，就是常常來拜訪我這樣子。我甲我丈夫就差16歲，因為佢按孝順嘛，很英俊嘛，然後就是我還在考慮的時候，就是我老妹佢哋都講，看感覺唔會唔好，看到其他人都按善良咁樣啊，啊無啦，等下過去就翕啦，過去要去。我看幾點啊？點啊？
无啦。因为交落嚟啥吼，你就单啥属于自己的家，家爸家妈嘛爱就安好啊，就唔会讲他们讲吼，就佢唔会本来做工啊，吼。即个是无讲出来，即个心肝肚咩爱上做工啊，爱穿累啊，系啊，上到我睇该条毛肚底好嘛，压细嘛。手安尼有无？你运动好，你茫安尼干啊行咧，啊手爱海安尼，爱海。所以应该听起来就是你嫁过来台湾，其实很好，还算很幸福，老公很幸福啦。就是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让我过得比较辛苦一点。但是我觉得辛苦哈，就是这样撑着就过去了。这样的意外就是发生在2004年啦，哈。嗰時節時像夏天，唔知幾日我冇買記得啦。就是因為我先生我丈夫就公務卡每間每天課就意外嘛，佢就跌下樓啊，腳頭那衝到啊，終於人都講冇救啊，就冇救就面到就我嗰時節都唔相信啊，就想到緊為什麼不是別人的先生這樣媽，我等下去後尾哦，先妹就直接去迄落位後尾直接坐車去台中啊！妹妹可能下晡才坐車。你看要叫姑姑載你去坐車無吼？对爸爸这个名词很陌生，没什么感觉。因为我们可能年纪还很小，所以就也没有太多的感伤吧。我不会羡慕别人会有爸爸这件事情，因为首先就是我没有印象，所以我不知道那种感觉，而且我也觉得，就是如果家里都是女生的话，就很自由。哦，这倒是真的。对。就小孩子是一个18个月，一个就是2岁多啊，快3岁。然后我就想说，就是要把小孩子带好，就是把自己的精神就是放在他们的身上，要带去自己辛苦的哈身边那样哈，个照顾到那样啊。做物件。妈妈是母带父职，一人当2人用。我因为妈妈她要工作，做很多工作，然后很辛苦，没什么时间，就是顾到我们之外，就是价值观吧，就是也是采开放性的那一种，蛮支持我们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只要就是照顾好自己，然后不要做不好的事情就好，就这样就好。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就是可能如果有多一个爸爸的话，就妈妈不用这么累。等一下，我用一下。我小女儿比较酷酷的，比较跟她姐姐完全不一样。他们喜欢的点，她是酷酷的、温馨的人。对不对？不是。如果你男人的话，很多人会喜欢你，霸道总裁，对不对？就平常就这样嘛。其实我老大就是比较黏我。也不是不喜欢你阿嬷，只是比较常，就是因为很少回来啊，然后回来就会那个分享，就是最近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阿嬷就比较少那个讲那么多，就是简单的讲一些。我要你一个，这个都好了哈，对不对？对。我今天要去虎尾，因为我有主持一个东南亚的节目嘛，在电台嘛，然后就是因为。我师父跟我同事另外一个是得金钟奖，然后大家都冇时间嘛，就排到今日这样就去参加，然后办一个庆祝的那个活动这样子。我今天就是要准备一点印尼菜，
然后凉拌木瓜。我们今天会很多新住民去参加，因为他们以前是我们有受访过他们这样子。啊，然后他们今天就回来，像回娘家一样啦，啊，让大家一起聚餐这样子。木瓜排骨要不要盛给你？要啦要啦。我今天带姐姐去参加活动，是因为她跟我师父也是很熟，然后就是她也喜欢东南亚一些吃的啊，然后文化啊，他们就是比较常跟我去参加一些这样的活动，就是我们新住民的活动这样。就蛮喜欢接触那种异国文化的感觉。就是有时候我也蛮喜欢吃印尼料理的，虽然不能吃太辣。但是妈妈煮就没有很辣。对啊，台湾的印尼料理，我自己也有一半的印尼血统，所以会想要多了解妈妈母国的文化。对，我要先旁边哦。到旁边去捡笑，我找笨蛋，吃笨蛋，我吃笨蛋。这个是我们的，我们大家大酱，来了。哎，三一，来，放来这边，嗨，辛苦了，拉走，来拿来这里，来放在这边摆盘，哎。因为已经太多那种好漂亮啊，今天呢，英雄列请列哈豪华大礼服。我脚未晓行路，我就较粗鲁哩。今天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姻缘嘛，就是大家还要再见面，真的在百忙之中能够来很不容易。对，这个是我伟大的师父梁崇丹小姐，她也是客家人。哎，我是客家妹，我是客家人，我是客家。啊，然后我这个，我不用麦克风，我这个是最漂亮的，是杨翠恒，另外一个主持人。来，大家进来吃饭啦！今天刚好这个活动，因为是我们的组织得到了金钟奖，然后就是就是邀请，就是已经都来这边参加过节目的姐妹们，哈，然后刚好这个金钟的奖杯一直到最近才送到姐妹电台，所以今天就是直接用这个金钟的奖杯，就是最实在的肯定哦。那我们大家也就是大家都一起努力哦。好，谢谢。我们赛音就是有他在的地方就有无穷的生命力，然后伊就是我都把所有人乱干，把他弄得很累。对，我看那个在金钟奖的颁奖的台上，然后翠莹是哭的那个梨花一枝春带雨，然后赛音是哇，虽然是皮皮唰，但是还是讲的另外一种赛音的风格吗？有戳到我就是感动。来，赛音，谢谢辣豆，谢谢。这段金钟这段是音乐剧非常高的一段。好，谢谢。那就6、9成高。对，因为白饭那个是姜黄饭，要白饭哦，白饭的电锅。对。今半日我帶3種4種菜，常常就是如果有空辦這樣的活動，就是像回娘家一樣這樣子。今天就是節目比較特別，因為就是有得獎嘛，然後小時候慶祝一下，然後剛好大家有空就過來這樣子，就很開心，就是來到台灣這邊吼，就唔會分別家，咁吼，你買幾多ngày買幾多，咁大家兄弟妹一種咁啊。开玩笑的。其实应该是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很棒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一直没有机会被说出来。那我们希望有这样子一个机会，让我们自己讲自己的故事。我们等一下要跳舞。
sayang耶。不是我们两个的金钟吧？我有个是跟主持人承担的，一起就是去主持。那我的部分大部分都是一些就是文化类，然后就是故事人跟人的故事，一些我觉得是很多姐妹的故事都很精彩，然后也需要给更多人知道。太好了，来，数钱吧，来数钱。我的话就是我都认为是我表达能力不好。我觉得是新住民的应该都会有这样我的感受，就是第一个是你沟通能力不是很好，第一个是表达能力不好。那透过这个就是应该是说节目给我们成长的很多，我们自己就会觉得越来越就跨越自己。我觉得是最大的收获。谢谢。刚刚不是有献花吗？我本身就喜欢音乐嘛，讲说在其他的国家听得到我们印尼的歌还是越南的歌，像新住民来讲就是一种有一个亲切，对这边就觉得很像，就是不会很陌生这样，最起码有家的感觉。还有一些姐妹，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她们来上节目，可是她们其实对台湾人是有一些距离感，对隔阂的，觉得台湾人都是欺负我们东南亚来的，都看不起我们，所以她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保留，对。可是她走出录音室之后，你会发现她开始愿意侃侃而谈，对，她好像找到了一个信任，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节目它可以成为一座桥梁，让台湾的在地朋友跟新住民朋友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你的酱我先说，不能加，因为这个是鱼腥草，鱼腥草会有那个鱼的腥味，所以。现在我们要去家福中心，因为我们星期日要有活动，就是年尾了，然后家福会播放一些物资跟红包给他补助的家庭，这样。刚开始就是那个时候大概单亲了1年多，我们幼儿园的老师就是跟我说，有一个单位你联络看看这样子，因为家福中心他会判断一些，就是看我们的情况，这样有没有符合被补助这样子。老师，卖了的老师，是张老师，陈老师。对，他们老师出来一下好了，我们这个是我们陈老师。老师，这个我们的督导，当督导就资深了。没有了，表情头发就是一点点。开始头发。我想说来帮忙那个岁末活动，现在是可以上去帮忙，不然就上午有去帮忙整理物资啊。好。明天可能需要很多小朋友来这边当义工，对，然后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整理好明天他们才可以搬到会场去这样子。对，这个是有吧哈？对，是有。还蛮，因为我们岁末12月5号的时候要办一个岁末活动，那我们会帮那个服务的家庭筹募就是一般的生活物资。对，那希望说让他们在寒冬能够有个就是温暖过冬的感觉这样。捐来的。然后我第一个那个是来拜访我是陈老师，所以我对陈老师很亏欠的，就是说我们都传负能量给他，我什么苦衷就是诉苦给他们，还有我们一个督导就是真督导以前的然后我们现在负责人是卖了这个张老师嘛，我们就是家福中心的老师就会帮我们当做家人这样。
不会的，不会啦，不会中啦，只是怕那早上书法老师帮忙就是代工，所以早上比较忙碌一点。那个时候，其实赛英给我的感觉，虽然在这边很苦，各种的不顺遂，可是他不把它当成就是不顺遂，他把它当成反而是当成动力啊。在驱策他自己，就是他为了2个孩子，他留下来。那既然留下来，就不管苦不苦，就是一定要把它撑下去。那他做过很多的工作，其实从最开始的就是在便当店，对，便当店洗碗。到6、7去做，就是清洁打扫。有，对，他都觉得没关系，就什么都做。对，只要有钱的赶快就过去做了。对，因为不嫌少，但是就是认真努力去做，反正这样子就是多少补贴一点，然后可以让孩子就是生活也过得好一点。那再怎么辛苦，他都把它撑下来。对，就是要让孩子就是。能够受到好的教育。对，那2个孩子其实也很争气的，就是在课业上很认真努力了，然后在学习上都很主动积极的。把它圈起来，我们做最后确认，我们就要把它收起来啊。新人会哈，对，还要打勾在后面就好了哦。你可以把它圈起来。其实家福在各个县市都有，那其实他负责整个这一个县市的。我们的弱势关怀服务，那以虎尾跟麦寮来说，虎尾大概是120户家庭左右，麦寮大概是40几户家庭。那其实我们的新住民的伙伴大概是有3成左右，他们的样态很多啦，有时候就嫁来这边，然后可能就是先生过世还是怎么样，很多状况的。那我们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不分是不是新住民，那我们会希望是把他们当成一样是家人的对待。对他们来说，这是异乡啦，但是也是希望他们可以就是有一个在这边落地生根，可以有一个好的发展，一个好的生活这样子。这是捐赠那个物资的那个洗衣精车子。啊，你要倒3工无？爱倒看一个，大概有几个站板？4个。你发给我好不好？其实外籍妈妈她们的背景上面来讲，大部分都是没有后盾的。那如果说夫家的亲人对待上，如果还是有差异性的话，会让他们觉得说好像蛮孤立无援的。在园林地区，因为这里毕竟不是属于工业的一个城市这样子，所以工作的机会的确也是比较少。对，所以在新住民妈妈的求职的一个过程当中，的确这样子的机会是比较少，是比较辛苦。不过现在一般上，就是我们政府在推广，就是有关于长照的这个工作机会。那他们透过课程的一个训练，我所发现的新住民的一些就是妈妈，他们也很愿意参与，然后把我们的受照顾者长辈们，就是当成自己的家人在照顾。其实，这个就是蛮难得的，对。这种样做水。是一种有差别的攻击，那像是维生素 B1、维生素 D 或是铁，它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免疫细胞进行代谢以及复制。我小姑啊，她照顾我婆婆最多，就是她下班每天都送餐给我妈妈吃啊，孝顺的。安怎学到要去？我要倒啊呢。我先。我等下再去徛。我已经我明仔早找时间。搁加30个油。无啦，袂啦，我会先徛啦，我医证件我先摕啊。
吃的来了，好吃的来了，来，东西先放着，先放着。好，哎，先喝茶。好，等一下中午一起吃饭。好，你早餐吃了没？还没有，等一下。我有一个东西要给你。什么东西？那你打开来看。很惊讶嘞，没有，师傅你都没有在讲。没有，不是，是真的有的东西，不是我自己变出来的。这个是听见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板，他因为看到了你在金钟颁奖典礼上面用客话讲你是行业，是英语的行业，是客家妹，所以呢，他就特别写了一张红脸要送给我们，送给你，然后恭喜大家这样子。哎，我本来不是在金钟奖上面，我每一个地方我都说我是客家人。啊，我有帮你准备资料，哎，这份给你。那个很好听哎，那个 Memori berkasih 不是你的阿拉玛达，那个很好听哎。Kekasih tadi angkat啊？不被考虑的情人是不是？哦，那个很好听。哦，对。对。先aku takut啊。这样人家才会听下去。那时候我们第1年就开始举办广播营，那赛英她从广播里面听到广告的时候很兴奋，然后就打电话来，就说她想要报名参加。可是大家都知道她的工作很满，1个月只有休4天，那休的4天还不一定是我们广播营举办的时间，所以她第1年就不能参加。所以她那时候就有预告说，如果明年还有办的话，一定要先通知我。那我要把那个休假时间空出来。对，所以后来第2年的时候，他就如期来了，然后跟很多其他的姐妹一起来参加。他们就是有时候唱歌，就是会还要去做其他的有兴趣的，还有人在路边摊卖东西。我用哪？你用对，你今天坐这边。一开始就是没有想到说会来电台的那一种录音室里面讲话，然后就当主持人这样子。就是有这个机会的时候，然后有参与到的时候，觉得就是增加很多知识，然后中文的部分也是，因为我看是可能70%而已。后来因为要找资料啊，然后还要跟制作人跟我分享什么，我们会这边聊天什么，都是增加比较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这样。做的，他是做一些武士，但是抹茶啦什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Hello， 听见东南亚。Apa kabar Asia Tenggara？ 我是小魔女梁琼丹，我是黄赛英。好，今天这个节目蛮特别的，就是在我们的现场呢有客家电视台活力新故乡的节目在我们的现场旁边哦。虽然听众朋友看不到他们，但是呢，我们呢也在空中跟大家打声招呼。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介绍一些在东南亚的客家文化。对，我是想说今天要分享，因为我们21号就要冬至了。在印尼不是像我们台湾那么方便，就是我们要吃汤圆，可能就是要冬至，才有人吃汤圆，要不然就有人生日，这样。因为我有政治的工作嘛，政治嘛，然后我这个就是兴趣了，不是说专业做在这一块这样，只是单纯想要说分享我们的文化跟那个音乐这样子。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会让人家不会觉得很孤单，像我们的听众，其实大多数都在监狱里面的朋友如果他刚好喜欢听到我这个节目，然后带印尼歌什么分享文化，我们的文化可能比较轻松啦，不会说很有压力这样所以就機會來了殺裝真歡喜啦。等董事長跟制作人小魔女很好玩樣對安好，就是很宽容不要的地方我就慢慢教我们自己做的汤圆，自己做的板眼熊，就最好吃。我们来厘清一下好了，就在印尼的客家人或者是华人跟新住民朋友工作，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困难。
就是你要愿意花时间跟他，就是跟他一起生活。那我觉得黄赛英她有一个很棒的特质，就是她不只是喜欢分享，她还有一个能力，就是把悲剧讲成喜剧。就是如果你有机会，或者是我们有机会去过一个跟他一样的人生的话，其实不一定有人能够这么乐观的走下去的。那黄赛英呢？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说了，我们想要做一个很有趣的节目，东口笑个节目，那大家听了才会觉得哇，有趣新鲜，想要更了解。那黄赛英刚刚好，嘟嘟和黑暗用很给你，对，他会把他所想要知道的，他懂的。他热切的跟你分享，重新用一个不会那么严肃、那么沉重的方式，让听众朋友也可以去理解他们曾经走过的路，甚至掉过的眼泪。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我们来听这首歌啦，等一下再多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叫做什么？阿古达古，中文名称。我害怕。好，那一起来听这首歌哦。我很害怕。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 Hello， 听见东南亚。就是静默园区本来是荒废的地方，然后就是问呢那个金木伯啊，就是捐给我们的社区这样子，然后他就是要给我们当一个就是可以玩的地方。赛英为什么是用鸭子啊？因为我们这边就是以前金木伯是养鸭的，养鸭子的，其中鸭啊，蒙拜那种鸭。然后这个很漂亮，好像是英国人以前带过来的。好漂亮哦！紫藤花，这个紫藤花，如果它就是我見喺收我哋呢社區咁樣搬嚟到嘅朋友，外地朋友來然後我就是有空的時候就來參加導覽我們的社區這樣子然後這些今天來的就是我朋友，有一些是導覽的朋友，這個是我們的理事長，理事長。叫水鬼来一个啦，然后帅哥美女你们好，这个区块链开始这个我们要再做那个工程啊，长大了之后都被抓走。好可怜哦。然后我们的社区就是重点，就是很多人很多村民然后很多人的。努力下才有这样的社区然后我就想讲得啦出日得日啦家己就天秀咁樣介紹啦包括今年嘅朋友我講冇疫情我都愛來你係按張地方好幸福咁樣伊攏伊咧用嘅係啊來這邊是海廢的地方。賽英真好漂亮哦，這什麼東西呀？我这个最伟大的朋友，他都很忙，每天都去捡，然后再去花。因为我们这边社区很多用来做那个花盆嘛、洗手台嘛。我把那个海废浮球就是切割开来，它就可以种花。然后有些时候它也可以做一个容器，所以就是我都把它觉得是一个宝物盒，因为它很可爱，所以我一直觉得它是可以是一个艺术品。对，所以就玩着玩着就很喜欢海废这些艺术的东西。可是我问一下麦寮真的有人来撩吗？有时候会举办活动很多人进香啦。这边夏天比较多啦，因为冬天我们风头水尾嘛，风较头啦。原则上就是说环境甲阮顾好就好啦。恁来接阮嘛无收钱恁嘛家己来安尼可能家己清洁一下这样子。对。家未开会，我们目前就是只有他是新住民的导览员，因为那时候我们公所有办这个上课嘛，希望有新住民来参加这个导览课然后我就叫他进来其实他们新住民语言多元化，然后会带给客人，他很活泼，真的，只要他带领的那个来参访社区的大家都很喜欢他，所以我那时候我们就是尽量有那个新住民参加这个导览课，然后可以让一些客人了解说，新住民也是真的，我们不简单啦。对，nice。系啊，做大张的系啊。
啊，看起来很好吃。他哦有够耐心的做这呢，很有耐心。本来我要吹3个小时，我改到2个半小时。哇，哎，昨天哦，总共做到几点啊？我们现在在聚餐呐，下午茶。本身我们说就是比较会一起，然后做下坐低来食聊故乡的事情啊，讲印尼的事情啊，跟朋友就是一人一样菜这样，还要聚餐聚会聊天这样子。讲故事，然后那个也靠缘分哦，因为那店里新住民可能按大边啊。按大边哦，不会聊是非哦，很少。不会啦，都聊说怎么样互相关心啊，互相关心。为什么当初我们来我比较多台湾朋友，你看我学那个台语跟国语比较快。如果我一直往我们新住民这样子我们可能一直讲客家话，一直讲印尼话，然后我们的那个华裔跟我们的闽南话不容跟台湾人呐。对。下面白色是糯米饭，然后因为他从印尼来到台湾也是算是重新开始，然后一个人要照顾2个女儿，其实算很不简单，但是他都愿意把这个责任扛下来，而且做得很好，这是我很欣赏他的一点。我是觉得他是一个很乐观进取，然后就是常常保持一种开朗的心啊，所以你假如常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他带给你很多欢笑。然后就是要把时间把过得快乐一点这样子，然后因为台湾很美，真的人也很美，我是真的很感谢那个老天爷让我有机会来到这边。那一天我过来，我就觉得我来对地方，那一种感觉。我大概就是个月1次啊，我就会去找我女儿，过去台中找他们这样，因为就是会想他们，会想我女儿。反正他们2个姐妹就是有找到姐姐，不一定会找到妹妹这样，因为有时候妹妹也是有打工，然后就是有很多那个活动，然后姐姐就是比较多教会的活动。我们先去逛广场，这边就是看一下衣服。姐姐来好几次。你要吃那个东南亚的那个饭还是它的小吃就是在这边。这里是东协广场啊，然后就是如果我们乡下都会过来这边逛，因为很多我们东南亚的东西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嫁过来，我觉得台湾也是小小的一个岛，然后就是很漂亮，从每一个县市都是有旅游的景点这样子。我有时候就是跟台湾的朋友，是我去跟人家的团，就觉得就是放松自己。我是休息除了去玩，我是很少说自己闷在家没有干嘛这样。就算我在家里，我也跟我婆婆可能有一个什么活动啊，我们去那个庙啊参加一些活动，然后就是这样就不会很无聊啊。泰式料理这边比较好吃，妈妈来广场就是在这边吃，你看那个芒果，最怀念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来妈妈就常常买印尼饭、印尼菜。我们来广场这边就是除了买一些东西，就是吃想念故乡的味道这样。我会比较喜欢来泰国店，是因为我们的食物很多相同，酸辣嘛，然后有咖喱这样。哦，你说那家，你还记得吗？最近都是吃的。谢谢你的炸猪肉，因为他是从印尼到台湾，这个太久了嘛，他应该是蛮孤单的啦。因为我自己从云林到台中，我就觉得很想要转学回云林了。对，他现在很高兴。
我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因为如果我带回去的话，第一他们就不会讲中文了，那个是最基本的。然后可能教育的部分哈，就是这样就做生意了啦。我们不会想说，哎，念大学啊什么啊这样。当初也是想说，既然我决定要过来，脱离我在印尼的生活，所以我不可能把我女儿又拉回去。对，我那个时候没有带小孩回去的原因是，第一，就是考虑到我公公婆婆的心情，因为他儿子不在哈，小孩子是他们很重视的，儿子不在了。然后他的后代也看不到，媳妇也跑掉，不是多人就少一个人，我是这样想的那个时候。然后我想说，我总是不能这样子，很没有责任嘛。而且我公公婆婆也是说，如果你觉得有比较好的男生，这样你可以嫁给他，我会把你当做我女儿一样，从这里嫁出去。我就觉得我公公婆婆真的很好。包饭店。因为我在台湾住比较久，所以我一定比较习惯台湾的生活。我会觉得他的选择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回去印尼的话，他应该比较习惯，因为他家人都在印尼嘛。我觉得他不管选择是让我留在台湾，还是回去印尼，应该都是不错的选择。那我自己也是蛮喜欢住在这边，自由自在的。台湾对我来讲是第二个故乡，对台湾很有感情。有啦，有值得啦，然后就辛苦过很了啦，再辛苦的日子已经过了。对，我一直相信说，上帝不可能把我的门全部堵住。我就是去到日子寄托啦，每啦。我是在因。我要跟我老公说，现在2个女儿长大了，而且很漂亮，然后妈妈也是很健康。感谢你当初带我来台湾。Hello， 赛英，我们都知道你在大家面前是很开朗活泼的人，但是我们也知道你一路以来是多么辛苦才有现在的你。那现在我们已经长大了，让我们当你的靠山。阿姑金达干木，赛英，认识你真好，你是个勇敢坚强的好女孩。在未来的日子里呢，祝福你心想事成，事事顺利。